平安。哥林多前书2章9节说：“神为他爱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神为我们预备了很多的恩典，阿们吗？阿们。弟兄姐妹，不管是线上线下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一起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我们一起来献上我们的敬拜。全心感谢，全心赞美，进入你的约。全心颂赞，献上为祭，是最纯的果子。在你里面一无挂虑，喜乐满溢。常常感谢，不住祷告，盼望在你里，我要全心赞美，跳舞颂扬你名。在你殿中，一人胜过在世上千日，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以人和你欢呼，神永不息。要持续来赞美，因为神你是公义的神，神是信实的神，你是恩典的神，神是充满能力的神。我们一起来再唱一次。全心感谢，全心赞美，进入你的约。全心颂赞，献上为祭，是最纯的果子。在你里面一无挂虑，喜乐满溢。常常感谢，不住祷告，盼望在于你，我要全心赞美，跳舞颂扬你名。在你殿中，一人胜过在世上千日，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以人和你欢呼，神永不息。我们要更多来赞美我们的神。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耶和华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都是你的，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高度也是你的，并且为至高，为万有之首。我们一起来做赞美神的祷告，为他的荣耀、他的恩典、他的能力、他的尊大，我们一起来献上赞美。感谢赞美你，你是配得我们称颂赞美的神，你是掌管万有，你是使无变有，你是使没有盼望的得着盼望，你是使死亡能够复活的主。谢谢天父上帝，在我们面对严峻的疫情当中，你依然与我们同在，彰显你的慈爱，因为你的同在赐下你的平安，使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困境的时候，我们不致失望。谢谢主，你依然与我们同在，你是以马内利的主。不管是弟兄姐妹在确诊当中，依然依靠你，能够撑过这个疫情，让他们渐渐在恢复的过程当中，他们依然能够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配得我们称颂赞美的神，你是无所不能的。你必在我们当中行奇事，做奇妙的事情的神。谢谢主垂听我们同心合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我要全心赞美，跳舞颂扬你名，在你殿中一人胜过在世上千日。我要全心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以人和你欢呼，神永不息。
谢谢主，让我们今天能够在你的殿中献上我们的敬拜，让我们再次的到你跟前，来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跟我们的祷告。主，我再次到你跟前，找点我想你的爱，世上一切都属虚幻，唯有你永远真实。破碎的梦，荣耀冠冕，全摆在你宝座前。用我泪水来洗你的脚，为你能洗我心里。主，我要敬拜称谢你，你是道路真理生命。每当我回转归向你，你再次将我更新。人生什么荣耀冠冕，全摆在你宝座前。用我泪水来洗你的脚，为你能洗我心里。主，我要敬拜称谢你，你是道路真理生命。每当我回转归向你，你再次将我更新。我们一起来念这个节经文。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来为神所为我们预备的一切，不论是现在在疫情当中，我们仍然是阴性的，或者是有确诊，但是我们还是平安的来感受到弟兄姐妹的爱的。主要我们都要为这些来献上感谢。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开口为这些感恩来献上感谢，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你为我们在十字架上牺牲，流出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你在我们缺乏的时候，你是我们的牧者，成为供应我们足够有余的神。主，你是赐平安的主，在我们没有平安，在我们充满劳苦担重担的时候，主，你就呼召我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来亲近你，你就使我们得着安息。主，我们在面对这样的一个变动的时代，这样的一个疫情严峻的时代，你依然在我们当中掌权，你依然赐给我们平安，即使是在困苦当中，你给我们有盼望，你给我们有一条出路，因为在你里面已经将天上各样属灵福气赐给我们。谢谢主耶稣，
不管是我们在顺境或者逆境，你都应许说你永远与我们同在。谢谢主耶稣，当我们在身边许多的同工弟兄姐妹正在居隔，在隔离的过程当中，他们心里可能有这一些的忧伤，有这一些的不安，但是神你依然没有离弃他们，你依然用你的慈神爱所牵引着他们。所以我们要献上我们的感谢，献上我们的祷告。你依然能够透过线上或者是实体，我们一起来祷告，向你来呼求，这是你的恩典。主，我们恳求你再次将你的平安赐下。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神，让我们有机会再次回转向你，恢复我们成为你的宝贵子女，让我们能够与你同心同行。你的慈爱就将我们从灰烬的时期开始，就永远不改变。主啊，我们要更多的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更多的来向你敬拜祷告。从灰烬里拾起，恢复我做你宝贵儿女，付
盼望的吗？每次到神的殿中敬拜时，你渴望看见的是那不分世代、大大小小，从儿童到乐龄，这些都在这里敬拜、赞美神、荣耀神吗？如果这些是我们所渴慕的，弟兄姐妹们，我要邀请你们，我们一起来为这件事情祷告。但不只是为这件事情祷告，我们更是要来问自己：我们愿意成为那粒麦子落在这里吗？我们愿意成为那粒麦子落在这土地上吗？若我们愿意，邀请你将我们的手放在我们的心上，继续用这首诗歌来成为我们的祷告与呼求。我活着不再为自己，有我成为你爱的器皿，父神，我愿意你同心同行，能与你一起微笑，一同流泪哭泣。说我对这时代有心意，你愿不愿意为我去？你愿意为父神而去吗？如果愿意，我们就要领受我们的声音，我们大声对神说：我愿意。我渴望看见每颗心会转向你，听见敬拜声音在全地响起。我祷告，看见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我盼望看见每个人走入命定，见证生命转变的伟大神迹。我愿意成为那麦子，落在土里，结出许多子粒，祝福这地。我渴望看见每一颗心会转向你，听见敬拜声音在全地响起。我祷告，看见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我盼望看见每个人走入命定，见证生命转变的伟大神迹。我愿意成为那麦子，落在土里，结出许多子粒，祝福这地，结出许多子粒，祝福这地。谢谢神愿意使用我们，让我们也要来回过头来向神来求主赦免我们的祷告。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开口来做这样的祷告，来求主赦免我们过去的一些罪孽。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也给我们这个机会来到你的面前，不要躲藏我们的怜悯。主，也让我们有机会因着耶稣基督渴慕你们的圣名。谢谢主。亲爱的天父上帝，你是有怜悯、有慈爱的，你怜悯我们，你给我们有回转归向你的机会。亲爱的主耶稣，你一来到世上，在传讲福音的之前，你就呼召我们，
告诉我们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谢谢主，让我们有悔改的机会。谢谢主，因为你为我们付上代价，所以我们可以来到主施恩的宝座面前，为要得着天父上帝的怜悯。谢谢主耶稣赐给我们的机会，这是我们若认自己的罪，天父上帝是公义的，是信实的，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因着这样的恩典，我们才能够有出路。主，您怜悯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恳求赦免的管道，好在我们能够借着祷告、祈求、感谢，你就将这样的一个救恩赐给我们。凡接待你的、信靠你的人，你就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权柄来做上帝的儿女，使我们脱离这些罪恶的辖制跟捆绑，也让我们能够因着圣灵的感动，口称耶稣你是主。因为我们口称主耶稣你是我们的救主的时候，我们就必脱离这样的一个黑暗的权势。谢谢主，让我们作为神的儿女，能够有这样的权柄来祷告呼求。谢谢主，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能够来到你施恩的宝座面前，不只是认罪悔改，你也给我们有呼求、领受属天的恩典的权柄。谢谢主，今天你召聚我们，不管是在现场或是在线上，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祷告的福分，回转归向神。我们领受儿女的福分，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权柄来向你呼求祷告。谢谢主，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谢谢主，也透过我们的代祷呼求，让更多人因为我们的代祷，能够来到你的面前，同得福音的好处。垂听我们同心合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Amen。弟兄姐妹，请坐。我们要继续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为着我们的国家来恳求，求主来保护怜悯让我们这个国家能够因为神的看顾来蒙主的悦纳。我们要为着这个国家，特别是面对这样的疫情，我们看到政党依然还是对立，我们恳求神来赦免，为着我们不管是执政的在野的，都能够承认我们的软弱。我们也恳求神赐给执政掌权的有智慧，特别是最近我们在面对这样的一个快筛的世纪，缺乏大家排队引起民怨，我们恳求神来施恩赐福，让我们在面对整个这样的疫情的起伏，特别是今天我们从昨天的6万多跳到今天的8万多，我相信有很多人心里充满的这样的一个恐惧，我们恳求神来帮助，让我们面对这样的危机的时候，这些执政掌权的有智慧来怎么样去突破这样的一个困境。我们要一起来宣读上帝的话语，一起来。耶和华说：“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必要做其中的荣耀。”我们一起来开口来祷告，特别是为我们的国家城市来祷告，因为我们看到好多的城市还有在中央，我们是对立的我们恳求神来怜悯这个世代，怜悯我们国家在这样的困境的时候，应该是要同心团结。我们先为这一段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哈利路亚！我们奉你名来祝福我们所居住的城市，特别是我们的国家，也是你所选召的。主啊，我们恳求你施恩赐福，让我们因着敬畏你、呼求你，我们亲近你，我们能够成为住在平安的居所。主啊，我们恳求你来捆绑在台湾空中的恶者，离开这块土地，昼夜来看顾这块土地。
能够保守这个地的居民百姓，能够敬畏你，能够认识你，能够依靠你，能够呼求你。主啊，我们奉你名来祝福台湾，捆绑一切黑暗的权势、对立的这一些的仇恨离开，求你施恩赐福。第二个，我们要为着医护人员、防疫人员来祷告。我们来先读上帝的话语来。那精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我们要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特别是为了这一些的防疫人员，他们在第一线。他们面对庞大的这一些的确诊的这个百姓，求主来帮助他们。我们听说还有一些的这些的医疗人员，他们不敢来快筛，因为他们把这一些的需要留给民众哦。我们真的是要为他们来祷告，弟兄姐妹，我邀请你开口同声的祷告，为了我们这些防疫人员、第一线的这些护理人员，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为他们来祝福。哈利路亚！主，我们奉你名来祝福这些的防疫人员，特别是在我们这些的防疫的单位当他们在面对这样的一个大量的这样的一个确诊的人数，主啊，帮助他们让他们能有足够的人力。主啊，求你施恩赐福，在这个世代成为他们的帮助，成为他们的依靠。主啊，奉你名来宣告，主你就成为这个国家的资源，成为这城市的资源。主啊，让这些的疫病，让这些的病毒来远离他们，让他们在第一线工作的时候求神来施恩，更加添力量恩典在他们的手中愿你来施恩赐福，特别是主你的平安就与他们同在。谢谢主，我们将这些的疫病交在你的手中愿你来施恩赐福。谢谢主，让我们在面对这样的一个祷告的时候，主你就依然与我们同在。谢谢主，我们恳求你施恩赐福，特别在这样的一个困境的当中，你依然来保守看顾。亲爱的天父，现在台湾的疫情严峻，带来环境以及经济的震荡，使许多行业受到冲击，使得人心惶惶。主，你知道我们是软弱的，我们心里压力很大，我们的身心灵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而时常冲动火爆。主，求你保守我们有一颗平静的心及冷静的头脑，求主来坚固我们，使我们在危难的日子里仍然可以靠主刚强站立。我们要宣告你是带领我们征战得胜的神，让每天外出工作的求主保护身体不受感染，让在家里工作的求主加添力量，使其工作有效率，也求主让失去工作的人有信心等候上帝的供应。我们也要为医疗人员、医药以及疫苗、快筛试剂充分的供应来代祷，求主供应有余，帮助保守台湾的百姓。求主是智慧给中央以及地方的政府，能够做出最妥善并且有效率的安排。主，你是赐平安的神，求你带领我们，保护我们，挪去我们的忧虑，以主的平安来代替恐惧。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Amen。弟兄姐妹，我们特别要在这段的祷告当中，为了确诊者的家庭来祷告。我们先来用主的话一起来宣告，一起来宣告。我看见他所行的道，也要医治他，又要引导他，使他和一同伤心的人再得安慰。我造就嘴唇的果子，愿平安康泰归于远处的人，也归于近处的人，并且我要医治他。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要医治我们，耶和华要与我们同在。愿是平安
康泰归于远处的人，这是神所希望的。弟兄姐妹，我邀请大家先这一段的来为这些确诊的家庭，包括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我们恳求神来安慰同在，引导他们脱离这一些的疫病。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主啊，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神，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主啊，我们要特别为了这些有一些人，一个家庭是8口人他们在确诊的当中很无助，我们也在弟兄姐妹当中，在被隔离当中有一些的不便，我们恳求神施恩赐福在他们当中，你必做他们的后盾牌，他们能够依靠你，就在你的同在当中赐给他们平安，赐给他们健康。谢谢主，求你的安慰扶持与他们同在。弟兄姐妹，我们要继续的为教会来祷告。我们恳求神，特别是赐下圣灵来更新我们生命，也让我们能够走出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命定。最近也为着我们的教会在装潢的工程，不管是33号2楼，或者是49号的1楼、2楼。我们看到最近也因为疫情的关系，稍微有受到影响，但是感谢主我们今天还是有看到工人继续在施工愿主来保守看顾。我们也先恳求神来兴起许多这些的儿少亲，能够经历主的同在。愿主来赐福，特别是在5月有青少年他们的会考，求主赐下他属天的智慧、聪明与他们同在，让他们知道说，敬畏耶和华的必得智慧，敬畏耶和华上帝的就是智慧的开端。我们要用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宣告说：经上记着说，当你的上帝，单要侍奉他。经上记得说，当拜主你的上帝。当我们敬拜他的时候侍奉他的时候，神就同在，赐下他的智慧，让我们知道如何在牧羊，如何知道能够得着属天的智慧。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恳求你施恩赐福在我们当中，求你来帮助我们，特别是在面对疫情，真的是影响的层面非常的广，影响到教会在整个敬拜、整个牧养的过程当中，我们恳求神来施恩赐福特别是让你的教会在做这样的牧养的时候，主让我们更有智慧，如何因应这样的一个冲击就陆续同工有确诊，主你要保守看顾你的子民，看顾这些的儿女们，能够依然在线上、在现场，能够来敬拜你，你护卫着你的教会。主我们恳求你施恩赐福在我们当中，求神来帮助你的教会，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疫情艰困的当中，依然能够使我们能够来敬畏，能够敬拜你。亲爱的神，主耶稣，我满心的感谢赞美你。主耶稣，你是耶和华拉法，你是我们的医治者。求主耶稣，你医治我们。主耶稣，在这个疫情当中，不管是我们疲惫的身体，还是疲惫的心灵，主耶稣，求主耶稣，你都来看顾，你都来保守，你都来医治。谢谢主耶稣，我满心的感谢你。就是我们要赞美你。主耶稣，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来到你的圣殿中，我们来赞美你。主耶稣，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就主耶稣，你每天提醒我们，让我们可以去读你的话语，去明白主耶稣你要给我们的旨意，也帮助我们，让我们不管是在成人还是在孩童的时候，主耶稣让我们都可以看见你，让我们都可以听见你的话语，而且我们每天读经，我们每天祷告，让我们可以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昼夜思想你的话语，让我们可以行出就是合你旨意的事情，让我们能够每天读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每天与你更加亲近，我们就可以成为合你使用的器皿，能够去做主耶稣你要我们做的工。谢谢主耶稣，感谢你，就是我们让我们的教会建造来祷告，就是感谢你让我们的33号与49号1楼都有在建造，都有在更新，就是因为我们同在，帮助这些建造是可以顺利的
主耶稣在未来是可以作为可以很好的场所，能够来传扬你的福音，能够来敬拜你、赞美你。主耶稣啊，你那时候在给迦南人到以色列人到迦南地的时候，主耶稣你赐给那地，主耶稣有丰富的土产，有丰富的蔬果。主耶稣你也已经将这美好的地方，将中华路33号还有49号这么丰盛的地赐给我们了。主耶稣帮助我们各位弟兄姐妹也能够预备好心，能够来管理这样的地方，能够赐我们聪明与智慧，让我们可以妥善的管理这样的场地。主耶稣，我们要在这边宣告，主耶稣，因为主耶稣，我们即将要成为主耶稣桃园的福音中心，我们要让桃园这个东西成为主耶稣你的土地。谢谢主耶稣，感谢你，谢谢主耶稣。主耶稣，我们也要为5月21号还有5月22号要会考的同学线上祷告，就是我们为王一涵、谢以杰、谢恩沃、刘胜廷、陈应成、高晴香、陈胜杰、贺纯仪、贺纯佳，就是我们为他们提名来祷告。就主耶稣，你与他们同在，帮助他们，让他们在这些日子的努力，就是在当天可以100%的发挥出来，能够主耶稣赐给他们清晰的头脑，不管遇到什么问题，就是都可以迎刃而解。主耶稣，让他们可以到主耶稣你所预备他们就是要去的好的学校，为他们的未来的路上，就是你祝福他们，与他们同在。我们将满心的感谢、祷告、奉告、圣名祈求，阿们。最后，我们要特别为着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能够成为守望祷告的人，特别在这样的一个疫情严峻的当中，我们要来宣告神的同在，所以需要有人站在破口当中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用这2段的经文一起来宣告说：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修墙垣，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使我不灭绝这国。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弟兄姐妹，我们要一起来祷告，特别是让我们的教会更多的代祷者被兴起来，特别为我们的弟兄姐妹在这样的病痛的当中，我要邀请大家在这段的祷告当中，我们为着我们的教会来守望来祷告，特别在这样的破口，让这些病痛的肢体，他们能够因着我们的代祷，他们得着上帝的同在、医治的大能，他不断的供应在我们当中。弟兄姐妹，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哈利路亚，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在这世代，你兴起你的子民，站在这个破口当中来堵住这样的破口。我们需要更多的弟兄姐妹同心合意来祷告，为你的教会来祷告，为弟兄姐妹，特别他们在这样的困境、在病痛的当中，主啊，你知道他们的需要，你知道他们的软弱，你知道他们的缺乏。主啊，都需要你的同在。谢谢主，我们恳求你施恩赐福，特别在我们当中兴起更多的子民站在这样的破口来祷告。谢谢主，我们恳求你来兴起更多的弟兄姐妹，能够愿意出来祷告，愿意同心的祷告，站在破口当中，我们一起来守望。特别为了这个国家，我们看到真的因为疫情又有好多的口水，好多的对立，好多的仇恨。我们也看到政治的这样的一个意识形态。我们看到美国这个长老教会，主啊，求你怜悯这个世代，人心仇恨对立就带来杀害。主，求你真的是你来就是要使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我们也知道盗贼来无非是要偷要杀要毁坏。谢谢主，你依然保守看顾，让我们在这个混乱的世代，依然能够向主来祈求、来祷告。求你施恩赐福，兴起更多你的子民，就站在每一个层面的破口当中来守望、来祷告。特别为我们的教会，为我们的每一个家庭来守望祷告，让我们的第1代、第2代，甚至第3代都能回转来到你的面前，回到你的面前。
同心合来敬拜，全家归主来敬拜。主，我们奉你名来守望每个家庭，特别在这疫情的当中，我们恳求你赐下同心合的灵，我们一起来敬拜，一起来赞美你。我们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你。愿你的平安赏赐在每一个家庭，赏赐在你的教会，赏赐在我们城市，赏赐在我们的国家。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回应主的恩典，回应主的同在。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向主来赞美，来感恩。我们一起站立。感恩的心来到神的面前，一起来颂赞他。全心感谢，全心赞美，基督你的约，全心颂赞，献上为祭，是最纯的果子。在你里面一无挂虑，喜乐满溢，常常感谢，不住祷告，盼望在于你。我要全心赞美，跳舞颂扬你名，在你殿中与人生活在世上前。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你人和你欢呼声永不息。我要全心赞美，跳舞颂扬你名，在你殿中与人生活在世上前。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你人和你欢呼声永不息。你人和你欢呼声永不息。你人和你欢呼声永不息。抬手将荣耀归我们的主，愿一切的荣耀归我们主，归给我们的神。也愿你从你的施恩宝座赐下你的平安，归给敬畏你的人，依靠你的人。谢谢主，求你继续同在，特别是在跟这些软弱的弟兄姐妹同在，跟你的教会同在。谢谢主，跟我们每一个家庭同在。垂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愿上帝与你们同在，赐给你们平安，请坐。